改文说字，讲到菜瓜，说到菜瓜，我就想到一条台语歌。歌词内底讲人讲冬瓜清凉会开鼻，金瓜好食会助胃，苦瓜辛苦离喉甜，菜瓜食了会煞嘴。是啦，这条歌叫做卖菜字啊。古井啊，先来讲伊头前的歌词，咱等下再来说这条歌到底是安怎样写出来因由。歌词见面，卖菜字啊，讲透早出门做生意，毋管霜风冷叽叽，担着青菜向菜市啊一直去。为着要赶早市，毋敢踮遮搁延迟，紧来走，紧来去，目一个年，搁看一个见，已经行到菜市仔边。嘿，啊，着真加载，对面拢还袂人来排，我着紧来开市嘛，才应该啊。远远看到小姐赶菜篮对遮来，你是今仔日第一个人客，应该着牺牲大减价。我的菜色是真济，应有尽有，无问题。你要芹菜、高丽菜、白莲仔菜、叶仔菜、冬芽菜、广心白菜、韭菜、花仔菜，还有迄个食了会补血红黄菜。啊，国正啊，讲来到遮，你规条都念歌词尔。这条歌因由对倒来。国正啊，来甲朋友做伙开讲一下，写这条歌词的，就是台语歌坛的出名的作词作曲家陈和平老师。伊捌家己回想讲，伊会写这条歌，就是因过伊伫海山唱片公司咧换宣传部，啊，含一个真出名的广播的主持人约束，大家要见面要测讲，这个主持人委托海山唱片办听友联欢大会，通好来卖票。当然，歌星就要由陈和平老师这边来邀请。结果，伊徛伫门骹口等这个广播的主持人，等1、2点钟，对方煞无来啦，无来懵无来，听到边仔人咧喊来买菜哦，心内煞产生灵感，煞来写出这条卖菜字啊。啊，陈和平老师记载伫伊所写的台湾歌谣的故事这本书内底，伊就讲起这条歌写出来了后，由黄生田主唱，原来市民感觉真实行，啊，伊阁特别去拜托。布袋戏大师黄俊阳，伫剧情内底分州市极端，布袋戏设计一个卖菜字的角色，插落去当作歌谣的插曲，伫布袋戏的翁仔唱出来。这条歌风行到即马嘛搁咧流传。毋过陈和平老师嘛讲，一来爱感谢替伊作曲的黄敏老师，二来嘛爱感谢伊的牵手李月贵。是安怎样安尼先讲？因为伊讲这菜吼，伊无啥知啦。歌词写好了后，转来问因某的啦。啊，这条歌继续唱落去，就会出现国正头拄仔讲的，人讲冬瓜清凉会开鼻，金瓜好食会助胃，苦瓜辛苦离喉甜。过来讲菜瓜食了会煞嘴，小食爱食是烟水，这是初恋的气味，包你爱情的顺序。结果这个卖菜字啊，讲甲下海用要流落去，小食一时心花开，香香才开喙。问我葱头一斤偌济钱？讲剩的伊拢无爱滴，害我听着用要昏落去。这条歌真趣味，陈和平老师的苦心，国正啊讲出来，甲大家做参考。